做一个真正的果酱。那外面卖的果酱，其实我觉得很可惜，就是真的水果很少，对，或者是它都加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黏黏的胶啊，对对对。那我觉得如果像我们这种像常常补充维他命 C， 然后又想要瘦，然后又想要美，而且夏天又快到了，怎么办？对，所以我们就来做这个真正的果酱。那真正的果酱其实很简单，它只有3个食材。那最重要，果酱就是果。那我们就买这个综合莓果，它总共有6种莓，它就是冷冻的。那在做之前，我们就把它解冻。那它非常有营养。对，解冻之后呢，这个不同于刚刚的赤藻糖醇，它是木糖醇。哦，木糖醇，对，它是另外一种不会升糖的糖。那为什么要用木糖醇呢？因为赤藻糖醇它遇到冷，譬如说我们放到冰箱里面，它会变成灰颗粒状。哦，它就会再另外凝结，就对了。它又会另外凝结，所以你吃，因为我们做这个一定会放到冰箱冷藏。对，那但是冰箱冷藏拿出来，结果你吃了有那个颗粒的感觉，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？所以做果酱的话，一定要用木糖醇。对，那为了增稠呢，我们就用一点点的洋车前子粉。对，洋车前子，那这个是40目的就可以了。那洋车前子它是一种壳类，它是一种谷类，它是一种壳。那外面已经很方便把它磨成40目，买40目的就可以了。因为80目的放进去比较容易结块，所以搅拌的比较不容易搅拌，所以我们就用40目，就这3个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把莓果酱放到这种比较小一点的锅子，不要用太大的锅子，对。放进去，不用加水，什么都不用加，然后就开始加热。我们现在就上炉，开小火把它烧开。好，那通常那个火苗都不要超过锅子的外缘。对，这样比较不会伤害锅子。煮的时候刚开始不需要搅拌，那等到它快要煮开的时候需要搅拌，不然它会溢出来。对，所以我们就继续等它。那你会发现，刚刚看的时候呢，它的莓果好像没有什么水，但是你煮了之后，它的水分就会跑出来了，所以我才说刚刚我们不需要加任何的水，那才会觉得比较浓郁。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因为水果就是水已经淹过莓果了。因为它们其实本身的这个果体都有水分嘛，对，它就一直不断溢出来，然后水果就是越煮越软，然后越煮越小，然后它的水分就出来了，对。现在它已经煮开了，那它就会有一些浮沫。那我们要捞掉吗？对，我们要离火，我们就把这个浮沫飘掉。对，不要以为说浮沫只是这个荤食有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有。好，然后现在呢，它都没有浮沫了。那我们就把木糖醇加进去。木糖醇很容易融化，所以它不用加热就可以融化了。然后就开始做搅拌。对啊，就是它真的是可以替代糖，因为木糖醇在很多我们吃过的什么一些咀嚼的那些口香糖什么的，都会掺木糖醇。只是说木糖醇呢，它会增加肠胃的蠕动，所以木糖醇不能吃多。对，所以这个果酱刚好也不可能吃太多，就是果酱。它的带酸带甜，所以它就是搭配面包啦，搭配蛋糕非常适合，但是不会吃太多，所以放心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它其实很漂亮，而且它不会有浮沫，而且它不会有颗粒，它就是已经完全融化了。那完全融化之后呢，我们来让它增稠。那增稠这个步骤还蛮重要的哦。增稠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不可以一次下去，刚刚木糖醇就是这一次下去没有问题，但是它这个是要慢慢的让它很均匀的，像撒胡椒那样，撒上去，因为它会去影响到那个结块，对吗？它很容易结成一块。哦，真的很薄哎。对，要很薄。待会儿撒了一半之后来看，对。然后先撒一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。
那我们就开始搅拌。我看到这个深红色，我就很想吃了，很好吃，而且富含花青素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撒另外一半，也是慢慢的。花青素就是所有的莓果，这种红色的啦、青色的都有。桑葚也有。其实用这个方式呢，做桑葚果酱也是很棒。但是它就不酸啊，这个比较有酸味，比较好吃。而且我喜欢的是，因为它是各种的莓果在一起，这样会比较均衡。我就觉得很喜欢这么多莓果。所以都是要这样撒薄薄的，就不会有结块的这个疑虑。然后大家看哦，虽然看起来好像还是不是果酱，但因为它是温度的关系，等到它降温之后，它就会变成像果酱的样子。而且它是很浓稠的果酱，富含果粒的果酱，这很酷哎！这不像一般的果酱，是真的把它煮成胶质跑出来。我们不用把它，这就真的是水果酱而已。我是希望说，因为低糖烘焙它这个概念呢，比较让人家会害怕，因为不了解，所以我在选择食谱的时候都想说要简单一点，对，不要搞得太复杂，这样大家回去会比较愿意试，也比较可以轻松上手。这个果酱要开始变浓稠了。对，老师刚刚忘了问，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刚刚那叫洋车前子粉的话，我们有什么替代？其实有很多都可以替代，就像刚刚我们做蛋糕的时候，就说它会有黏黏稠稠的东西，譬如说亚麻仁籽粉可以吗？或者是燕麦麸皮粉都可以。所以只要让它能增稠，会吸住水分黏黏的，对。但是我觉得口感来说，它是最适合的，对。而且因为它是用最少的量达到最大的增稠的效果。你们现在要来尝一下果酱，好，来尝一下果酱，酸不酸？好吃，全部都是水果，它不会很甜。